總委會早在2021年就聯同 SGS 國際檢測公司同埋 PetSpace 獸醫醫療集團成立咗 QPP 寵物優質安健保障計劃。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認證，幫助餐廳建立一套專業嘅衛生與管理流程。QPP Gold 之外呢，呢個主要咧都係喺產品或者喺服務上邊一個簽證、一個認證。喺呢個認證底下呢，就可以幫到某個品牌或者係製造商可以打入大陸市場、去海外市場或者本地市場。咁所以我希望業界其實即係除咗去揾多啲商機翻嚟之外咧，亦都同我哋議員啊或者係政府都好啦，去做多啲嘅教育工作，希望咧達至真正嘅人寵共融嘅。餐廳老闆，你如果想去做友善餐廳嘅話，你啲員工係咪都要學一個門藝呢？好多唔同嘅專家嘅朋友、獸醫啊，一啲嘅純獸師啊，Didi 嘅學會一啲會員啊，我哋制定標準同測試嘅公司呢，咁就希望可以制定一啲坊間業界嘅 good practice， 係可以俾業界去參考去跟。個人同埋一個獸醫嘅角度，我覺得最大嘅風險會係傳染病嘅。咁究竟我哋可以做啲咩嚟避免呢？咁始終冇可能每一隻動物都食住抗生素、殺住菌咁去餐廳㗎嘛，冇可能做到係唔合理嘅。咁我哋可以做到嘅咩？就係好好教育員工同埋狗主。